水火演义。金强单独亲近金英勇，欲敌干命武文化劫。现在将来改变双言，不幸被了铁甲禁军包围了。啊！哪里去啦？起劲啦！起劲啦！武文成都做这个铁甲禁军非常厉害，高不上新川宝甲。这个时阵真强命在胆识之位咯。武文成都也在当场决定胜机了下手。这个时阵突然间出现了红衣尼哥，将金强给救走了。武文成都骑马逼退，走了去，对呀！红衣尼哥看情势不妙，放出了烟雾弹。武文成都迷失了目标了。林将军已经被救，被救，金强被救，新保之大患总将军，严守晋阳中啊！武文化劫你真残忍，点伫咧残忍，你何做比点较残忍啊？我多中痛疼啊！贤卿你言啊，你全不知点在鬼了。我叫你真战斗啊！表哥东宫莲，我对不起你啊！贤弟，我对不起你啊，请赦免我。我军虽然这样讲，饮下了毒酒之后，终于结束了一生了。哎呀，将他收埋。然后武文化劫，即时立自己为喜地，国号大喜。文武官员加封三级。武文成都封为武安王，并写信联络沙陀罗武突厥，进长安欲征伐李彦禄。多谢道哥相救，请问道哥那七名山何是高沙安基呢？我乃是安福里。为怎样你乃会看出我是道哥呢？是，如果若不是道哥，绝对是无这款功夫才对啊。你功夫也走真久了吼。是，我安福里专门伫咧帮助忠臣孝子甲爱国之士，当时也伫咧找一个名满天下的天下第一剑李靖啊。哦，
李靖是我的恩公啦。你的恩公？才对。当初我在九死一生的中间，就是这位大侠李靖解救我。当初我也有拜伊研究几部功夫啊。是啊，我看你在晋阳宫大战铁甲军的时阵，我就有一个感觉。相信李靖伊也时常会来找你，希望你若是见到李靖者，自将这封信摕互伊。好，我愿代为因公代信就是。爱记得哦，赶紧找找真命天子李世民吧。多谢大哥你的提醒。过时咯。这是忠君爱国的青年，无论啥人都爱甲伊保护才对啊。一个姑娘长头长，甲你有公公啊，刘公公，17、18长大人，甲你有公公啊，刘公公。你讲你个头案板，哎呦啊！迄条我的专利品呢，迄是我咧笑的名册，别人袂使笑。笑会使啦，笑会使啦，也无营业行为啊。我甲你讲啦，你咧笑歹听啦，毋是讲袂使，开口歹。好安尼啊，都像我咧笑安尼吼，这会好听。啊，我毋知惊轻重啊！好，我老听你定啊，有够艰苦。老听啊，我看咱啊做一半底啊较新的啦。迄新的我便便的啦，等下我就会唱互你听啦。迄歌词我大起声就拢编好啊。有影无影？有哪者无影？又要准谈啦。安那？咱是要找大的呢。迄大的听到罗成死娘娘，规个面拢绿色，也安尼哦，一声就走去了。画一个天地哦。哇，敢若袂输鸡缸咧啼呢。也就走去，咱先对袂着咧。咱大即摆毋知想啥物头路。一定要为罗成报仇啦！但是罗成的元首人三个呢？一个是武文成都，一个就是这个老黑达的，看对毋对？一个上司大海死啊啦，迄免讲起啦，还佫两个呢。对啊，赶紧来找大的。我若听恁两个人咧讲闲话，听得足艰苦的。好，我甲恁做伙有够损失啦，损失有够济。如果你讲损失啦，你损失啥？烧酒兼啉足济啦。好啦，来啉啦，莫拄安尼大苦病。行。阿东啊，爸啦，你都要好好保护李公主到安全的地点。要到山东济南去找真强啊！我会晓啦，爸。毋过你遮尔老啊，我若离开要上煮饭互你食。你若毋拄破病，大金穗，无啦是讲你若毋拄头烧耳热，啥物人要甲你照顾？所以我要离开拢袂放心呢。王囡啊，恁爸身体还阁遮尔勇，哪有需要你来照顾啦？你甲贤人为伍，不但会扩大你的知识，你也会出人头地啦。嘿啦，但是毋通互李公主知影，我轻轻的有80万两银，你带去做路费。一包干粮煞带去，这就是药草啦。若是喙焦可甘药草，腹肚若枵，就爱食这大料。你要到山东济南，要经过3关啊。如果到生死关头，若危险的时阵啊，你赶紧将这个竹杠甲破开，内面有一项宝贝摕起来，就会当抵抗棍叉啦。爸，迄是啥货火光呢？哎呀，你免问啦。到时你照我吩咐进行，都无毋对啊。我知啦，好代之事，你都要谨记在心下。我知啦，爸。公主有请，李公主有请，来。奴婢有啥物吩咐吗？不敢，你是东宫李渊的后院，李世民吼。奴婢，你免小骗，我已经了解了，代志拢甲你安排好势咯。来这个所在是恁父子的爱国，强大九鼎，不弃难忘温情啊！哎呦，所以什么温情呢？这是应当做的代志。
但我的囝儿要甲你保护到山东济南府去做这个金属宝。多谢老爸。阿东啊，我甲你吩咐你的吉哦。会啦，爸，是我拜别启程。是啦，老爸，是我一别登天。顺行哦，啊，都保重下，顺行哦。甲你讲的吼，不出我的所料，我都伫咧探听看，这个金钟吼内面有装什么宝贝哈？这个金钟啊，较早都是甲仙风神因老爸迄个仙角拢斗阵的，就对，因为拢贼啦，大贼就对了。一大贼做一个久啊，加减拢有得到什么款奇珍异宝啦。你有看无？头拄啊，摕迄个德光啊，互因后生啊，迄内面定就是装什么奇珍呢？总共伊的身躯80外两，像迄个80外两，哪有啥路用啦？迄奇珍啊，摕来价值连城卖一摆都好个你咧。迄个阿明较早，我捌安尼吼，甲专家300两无过手，险要叫真强甲拍死呢。这个是贵人呢。不管什么人啦，生本迄个德公啊，爱甲伊转嫁起来就对啦。好，随便有关系。咱若是讲对这个困贼的迄个身躯边哦，有当时啊，敢若过就死啦。你甲看，讲后人做贼困规暝规日的啦，哎后较多。讲啥？哼！爱困煞袂使困着，讲也无。有风无？有哦，南风真透。来啊！下山来去炸风啊！东兴山高必如直，岭尽连成妖。公主你拢免惊，有我伫咧，啥物你都免惊就对啦。来，喂，有银两无？真济个啦，统统甲我摕来。我也无欠你啥啊，都摕互你。你爬起来是？恁祖公啊，欠阮祖公一大堆，拢压袂行咧。啊，你毋着强买就对啦。是啊，你妹甲你掠来见官听，来呀，出来轰趴！呀哈！火龙各位罗天庆，一般的会杀，除了金铜拍起毒花流水。来呀！别转家里呀！东兄，你的武术高超啊！哈哈，唔是讲武术尔啦，爱有气魄啦。哦，遐烂骨头的也想要甲咱拼啊，迄无遐尼简单啦。是啦，东兄，你甲这飞贼伫咧拼命，人感觉真忝吼。忝是加减的忝啦。是啦，到树骹的所在来去休息吧。我你讲哦，公主，你若是行路行真忝，做你困无要紧哦，我算要甲你保护的哦。大家休困吧，这个所在哦，无啥拖动啦，你困做你困无要紧，我会甲你保护，多谢啦。真啊哈，等到伊咧困的时阵呢，互困甲入眠的时阵呢，你大声就甲喊咧，讲好来哟，安尼吼。这个金童啊，伊听到大声喊尔，伊就拼起来啊，赶紧得要去救人啊！伊就袂记你讲伊迄个德公啊吼，徛咧边啊。安尼有理哦。是啊，这叫做以虎钓人，调虎离山。是啦，以虎钓人。好，这个计策袂歹。东兴，安睡吧。公主，你做咧困啊？无要紧啊，我袂爱困啊，我这身体真勇嘛吼。要无我先困，等下我困醒吼，才换你困，咱安尼吼轮流保护啦。你问心的啦，我保护你较对啦。来了。公主，你做咧困，我袂爱困的。救
啊！我来啦！公主你免惊，我来救人哈，你小等我啊！啊，你哪通摕别人的物件呢？你甲咩点点？我你讲哦，少年诶，咱是无冤仇啊，我哪袂害你啦，总是这得讲我要爱就对啦，吼啊！是嘞是嘞。无影无食的命甲对去，也无看半只好啦。啊，伊个人哦，出去树林入面，佫怎啊无出来啦？啊，调虎离山之计？毋是啦，他有都无看好你呢。毋是啦，我是讲中着人的计策咯。啊，计策哦，是，同兄，你的德讲被夺了。啊，得讲啊钱，哦，好佳哉嘿！哇，迄80外两无去互转借上佳哉。啊，得讲阮爸讲这是有啥物内面的宝贝啊，要若啉胃的时阵哦，才叫我破开，特别摕起来抵抗遐飞贼的。啊，根本内底也毋知创啥，我也毋知。啊，但是咱钱哦，若无互摕，啊，这干粮啦、药草无去互摕就好啊，你咧？是，这个所在无啥物安全，咱到别市来去休困吧。啊对，找一个较安全的所在来休息。用好钓拿的计策好，偌赞就偌赞啊！你咧？喂，爱公平分享哈，赶紧来破开，破得来破个。我想内底有泉酒、三招三招，珍珠。啊未看到你啦，破开啦！哈，一支支啊，喂一只好，哇，臭扑臭扑，你要爱？我不爱，迄款物件馏烂去，爱创啥？哦，你不爱吼？是啊，不爱是你讲的哦。大丈夫一言射出数码蓝队，我不爱，我不爱，好你。哦，好我好，所以讲哦，你拢无内行啦。这支旗啊，啥你知？这支就是叫做绿林的亡灵啦。绿林亡灵，嘿，这支绿林亡灵哦，会当吊几万兵呢。无论到什么山、什么济啊，大家啊看到这支旗哦，拢总爱行礼就对啦。啊，若咧欠所费去到地，人就会欠所费；来到什么所在，人就交替到什么所在。迄是先乡神因老爸的先觉所遗留的一支绿林的亡灵啊。哦，原来安尼都袂歹啊。是啊，赶紧来去转食啊！那干那这支就食袂了咯。哦，又准来了，这件生意真好啊。哎呀，这支用作山海镇楼，吼，这个所在哦是龙蛇出没地点呢。龙蛇，嘿，后好人后歹人，乌都白都，拢时常这个所在这个出没。较细致咧，讲话莫黑白讲啊。乌火烫头，咸咸啦，你歹食酒啊，对吧？开始去转食了。这个鸡杀出来就爱转食。对啊对啊，铁平大声。咱这兄弟啊，倒啊一道的。阳关多了。啊你呢？我就是双声刀。枪管刀。两刀一刀，这拢嘛走阳关刀。有阵大你拄仔讲什么刀？我讲双声刀。讲的拢无啥意思。这你在创啥货？甲看清楚哈。伊讲过第一边都毋知创啥。咱这边倒啊一道的兄弟。乌松林。哦，森林，你看过这个是什么东西？哦，原来就是绿林的亡灵。客手。听说绿林王子先良信最近被人杀害，这件事你知影无？那你也唔知影，就是安尼嘛。所以啊，今麦来的目的就是爱出500两银啊！这件事由我伫咧计划，特别复仇。好啊，来啊！赶紧倒转乌松林，甲摕500两来，准明。叫伊去摕500，就去摕500。伊支垃圾机啊，敢显好用上？安尼好，我有一个办法了。各位兄弟，
各位姊妹，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今仔日啊，咱是大欢喜的日子呢。哦，这个隋炀帝杨广这个暴君已经死，暴政既亡咯。所以我今日要请客，大家啉酒，欢欢喜喜，大家庆祝一下，画拳啦，唱歌啦，我即摆来邀请咱这位是轰动整个江湖的这个名歌手姓田要来唱一个非常好听，欢喜恁一辈。对啊，大家拢啉嘛，要互这个甲恁算下就对了，大家来庆祝一下，来欢喜。王令，正好大胆个头王令来啊！赶紧对动咧！对啥？我这关内过得对了。哇！你这个花炭头，你擦夹擦，鱿鱼管目杂我这种啊，甲傻落吼，这拢歹人啊，甲傻落。地将听到今大战乌苏娘的盗匪，打到魂魂不离。真强单刀甲五里山海营长，这要收拾老黑达，为老城报仇咯。嫌疑，先用神死了后，再出现了一位跟先用神同款面容、口毛口脸的怪客，也在营外动作真强咯。因两人见面会有什么变化呢？啥人会当打倒喜地乌文化金呢？请看精彩续集，随动演义。